大家好，即摆要讲的这个字叫做“字”，字是泉州音，字是漳州音，汉语拼音字同韵，即义切字，即义切字，真思切字，真思切字，来举例，资格泉州音，资格漳州音，资料漳州音，资料泉州音，资本漳州音，资本泉州音。这一集宣讲到这点，有无同看法？伫评论区帮我指正一下，感谢，再会。